多伦王子，敢不敢跟我赌一把？输了，你成为谢启辰的刀下鬼；赢了，可以带走你心爱的女人。我们还可以成为朋友。赌好，但我有一个要求。你说。从现在开始，一切听我安排。好。吃了。这是什么？你不是听我安排吗？吃啊！你给我吃了什么？毒药。你，身为一个王子，却如此儿女情长，怎么成大业？等等，哎，走吧，魏医师，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是啊。你，这谁呀？哦，这是个老百姓，可能误食了什么野菜，中了毒。你说我又不能不救，哎。走吧。看起来挺严重的。是啊，这要再晚一刻，还不知道能不能救。那你们快进去吧。哎。野叔，有消息吗？他昨天夜里亲眼看见殿下出去了。殿下去哪儿了？我也不知道。他出门的时候跟我打了个招呼，叫我不要声张，然后转身就离开了。你见到的真是殿下？千真万确。好了，你可以出去了。不过记着，殿下的事跟谁都不许提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嗯。副将军有请。夺苏峰找你做些什么？夺苏峰营主问了我一点事情。什么事情？夺苏峰营主吩咐过，不能告诉任何人。他不过是个小小的营主，而我是副将。告诉我，昨天晚上多伦将军出了大营。就这事儿？就这事儿。你下去吧。是。野叔，殿下昨天跟你在一起是吧？是啊。他都说什么没有？没说什么。究竟说了什么？说了什么？杜苏峰，你别乱来啊！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不跟我说实话？我不能说呀，我要说了，殿下会砍我头的。那我现在就砍了你的头！我就跟殿下说了一下魏国的军法。什么军法？女子进入军营是死罪。什么？哎呀，女子进入军营是死罪。我知道殿下去哪儿了。哼！来人！营主，狼营集合，随我出发。是。集合！集合好了吗？营主，集合好了。等等，窦苏峰，你要去哪儿？哼，出发！你等着！哎，花虎，你先别练了。行，差不多了，时间到了，休息会儿吧。哎，花虎，你这手，像不像抹布？这可是五凤骨最好的一双手啊！为国牺牲都可以，何况一双手呢？你跟我走。啊？
去哪儿啊？我那有药，我去帮你复原你的手。不用了。哎呀，你不心疼，我都替你心疼。韦陀，真的很谢谢你。可是身在战场，能不能活着回去还不知道呢，更别说当织女了。这双手早就不在乎了。不行，你还是跟我走吧。花虎，你去吧。好吧，你再练会儿啊。好。魏陀，魏陀，人呢？喂，你知道魏陀去哪儿了吗？干什么？你，我今天特意来找你的。你怎么了？刀伤又犯了？没有。我跟你说，你现在可不能轻举妄动啊！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刀伤还没有痊愈呢。我今天来就是感谢你的疗伤之恩。啊，不用客气，救死扶伤那是我的本职啊。魏陀，我还有一个疑问，你真的是医师？书生，你怎么这么问魏陀啊？学了点皮毛，你要是叫我医师啊，算是抬举我了。我告诉你，依我之见，他志不在此哦。啊？书生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其实你跟我一样，胸怀奇志而韬光养晦。韬光养晦？我不懂啊。你就说我吧，现在是个小兵，可我的志向是当大将军，所以我从5岁开始就熟读兵书，研究兵法。唉，可惜呀，偌大一个军营里竟然没有一个知己。自从你那天为我疗伤，我才发现你是我的同道中人啊。魏陀，你也懂兵法？嗨，别听他瞎说，我在这军营里啊，就是混口饭吃的。哎，你干嘛那么谦虚啊？我今天来还有一件事，就是跟你切磋兵法。切磋兵法？我什么都不懂啊。你那天不是把《孙子兵法》背得挺熟的吗？哪天啊？就是你给我疗伤那天啊。哦，那天是花狐送你来的吧？你都已经不省人事了。哈，不信啊，你问花狐。是。难道是我产生幻觉了？哈，书生，我这还有事儿呢。你要是没什么事儿，就先走。魏陀，这是谁啊？怎么还蒙着被子？这是我一个病人。什么病啊？哎，怕是失忆啊？有危险吗？当然有危险了，小心传染呢。那我走了。哎，花狐，快走吧。哎，我和花狐还有事儿。没事儿，你先回去吧。那我告辞了。哎呦，魏陀，如果是失忆的话，一定要及时治疗。我的擦手药给我吧，我要回去了。花狐，其实我叫你来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。什么事？就是花狐，快走！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夺素峰带人杀过来了，谢将军命令你出床拦截一下。哎，花狐，你不能走，来不及了。不，这事更重要。以后再说，快走。走。哎，花狐，哎呀，哎，你要干什么？我要出去。这个时候出去，你想让咱俩一起死啊？撤！哎呀，按照我的计划，你本可以跟花狐在这里安全的见上面。都怪那个夺素峰，他这个时候突然打来。哎呀，夺素峰，他没我的命令怎么可以？他简直是不要命了！哎，你别走，你不等花狐回来了。不，
我要阻止夺苏风。哎，谢将军有令，夺苏风已经到了瓦子村了，务必将夺苏风赶到白水河附近。尉迟闯已经出发了，他们绕到白水河，从后包围。将军说，这次最好能活捉夺苏风。明白。出发。白水河。殿下，殿下！殿下，可找到你了？殿下，魏军在我身后，只有半里路的路程。好啊，殿下，你先走，我来殿后。你把衣服换下来给我。这快，大锅床马上就过来了。是。大锅床有什么可怕的？我狼营这几十个弟兄足以对付他们了。谢继臣，至少派2个床来对付你。大锅床到了之后，会围而不歼，并且故意引诱你从白水河逃走。而尉迟闯正在白水河附近埋伏，准备将你们狼营全歼。顾不了那么多了，殿下，你先回去，这里交给我了。大锅床来了之后，我们稍一开打，一旦看我被俘，立刻撤退。什么？千万别走白水河，绕到红枫林，从那里回去。殿下，只要夺苏风还有一口气在，怎么会让你被俘呢？这是命令，我自有安排。你放心吧，我会活着回来。不，我要和你一起去。来了，快！殿下！冲啊！这！蹲下！蹲下！快点！快点！别动！蹲下！别动！蹲下！快点！什么？夺苏风跑了？尉迟闯在白水河附近守候了大半个时辰，都没有发现夺苏风及其队伍的踪影。他们就没有去白水河。快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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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点你！花火，这条壕沟要挖很长时间，正好啊人手不够，所以让这些俘虏也来帮着挖这条壕沟。快点！干什么呢你？别想偷懒！快点！如果快的话呀，3天的时间一定可以完成，这样咱们可以提前2天完工。我个人认为啊，咱们可以把这个沟再加深一点，如果柔然来袭，我们就不怕了。哎，前面那条沟，来看。你为什么会在俘虏里？我特意混进来，是为了要见你一面。你疯了！是，我是疯了。在我心里每一刻想的都是你。如果不能见到你，我肯定会疯掉。所以我丢下一切，想见你一面，就是想知道你还活着，你还平安。我是来带你走的，我带你去一个没有战争的地方，让我们过着幸福、开心的日子，好吗？去哪儿？去哪儿都无所谓，我放马，你织布，管他什么魏国人，什么柔然人，只要我们在一起就好。可我是魏国人，你是柔然人。不管那么多了，你是木兰，我是末将，我们就一个身份。末将，我走不了了。无论走到哪儿，我始终都知道，我是魏国人。在我的家乡，我的父老乡亲、兄弟姐妹正在和柔然人打仗。木兰，难道你还不知道吗？一旦你身份暴露了，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。我知道，可是我并不怕死。在无风谷之河倾吐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。但是我怕，如果你死了，我怎么办？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但我没法丢下这一切跟你走。我不能做一个逃兵。你不是士兵，你只是个秀女而已。不，我不是秀女，我是一个士兵。当初我用针线作战，但现在我只有用刀剑。你还不明白吗？你冒着生命危险修了河清图，结果战争还不是一样爆发了？我身为一个柔然王子，我也阻挡不了战争。你一个民女能做什么呢？我是无法阻止战争，我是无法改变战争的局势，但我是魏国人，有一份力，我就得出一份力。你这是在与我为敌。我不是与你为敌，我是在与为国作战的柔然人为敌。没用的，我会向你证明，你所做的一切都没用。你不能走。凭你的弓弩就挡得了我吗？我的弓弩不能阻挡你，但我只要喊破你的身份，外面的士兵就会立刻集结。这把弓弩你还带在身上，能死在你手里，我心甘情愿。木兰，跟我走吧，让我们回到从前，好不好？跟他走吧，跟他走吧。末将，我不能跟你走，这仗还没打完，我没法走。你还是要留下来？难道你这么喜欢战争？不，在战场上，
看着我的兄弟们一个一个的死去，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憎恶战争。我们只有打败了你们，才能停止这战争。所以我不能跟你走，我得留下来，我得留下来继续打仗。木兰，你变了。是，我是变了，是你，还有你身后的民族把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而且，这个仗只要一直打下去，每一个魏国的织女都会变成像我一样。木兰，你别忘了，这场仗还有一个结果，那就是我打败了魏国，也一样可以停止战争，实现和平。你们不会赢的，是你们发动了战争，而胜利只属于热爱和平的民族。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魏国。好，那就让我们来证明谁是对的。你走吧。你要放我走？你救过我，这是我欠你的。我救你是因为我爱你，你放了我，是不是也是同样的原因？我放了你，是为了从此不再欠你。你拿爱来还我，才算不欠我。木兰，我会继续爱你。从前，我只想当一个爱你的人，现在，我会当一个爱你的敌人。主子，你们谈完了？给他换件衣服，送他走。好。这马怎么在这儿？是谢将军送给木兰的。他知道木兰从军？知道。走吧，帮我照顾好木兰。主子，我上次送你走的时候，我还请你帮我照顾好木兰。现在我才知道，她根本不需要任何人照顾。是，
花狐现在是尉迟床的床主。花狐，他到底是木兰还是花狐？花狐也好，木兰也好，他从来都没有变过。他说他没变，我自觉我也没变，但为什么我们就回不到从前呢？柱子，我们再见面的时候，一定是敌人。我不会对你手下留情的。我也一样。保重了，我五凤谷的朋友。叫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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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殿下，你可回来了？怎么了？大汗派来了特使，限你明日天亮前必须返回可汗王庭。叫特使过来见我。是。殿下，找到花狐了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听野叔说，你临走的时候得知了魏国的军法，女子进入军营是死罪，所以，我料想，一定是去找他了。没错，而且我也找到他了。那他人呢？你怎么不把他带回来啊？他已经不是从前那个他了，他不再是秀女，而是一个士兵。一个一心想要保家卫国的士兵。这就是说，他要与咱们柔然为敌，还要与你为敌。殿下，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殿下，特使大人到，多伦殿下接诏。备马。花狐，花狐，花狐，进来吧。花狐，今天想给你保养保养手的，那个夺苏风突然就打来，我把药膏给你带来。魏陀，谢谢你，不过现在已经用不上了。为什么用不上？我现在不是秀女，是一个士兵了。虽然手很粗糙，但和我士兵的身份非常相配。你都这么说了，那我也无话可说。谢谢你。花狐，花狐，啊，你有心事啊？啊，没有啊。你瞒得了别人，你可瞒不了我这个做医师的呀。你这医师还治心病啊？对啊，我这个医师是不是有点怪啊？那你开副药方给我治治心病吧。好啊，我的药方就是8个字：人多眼杂，万事小心。你说什么？那个人的身份非同一般，万一被人识破了，那可不得了。谁？哎呀，徇私枉法，勾结柔然，这都是被砍头的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可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我既然敢做，我就敢当。花狐，你可别牵连无辜啊！你说的也对。我先走了。魏陀，啊，请你帮我保密。放心，我已经帮你保守了很多秘密了。谢谢你。那我走了。
参见大汗。傅寒，把你们俩招来是因为现在战局已经成了这样。武提，你可有什么办法？傅寒，儿臣愿意担当。大汗，柔然现在形势危急，武提殿下挺身而出，实在是忠勇可嘉。武提，你可有信心？傅寒，多伦战败的消息传回来以后，儿臣忧心忡忡，对战局反复的考虑，已经有了一些想法，对取胜也是大有信心。不妨说来听听。儿臣打算组织一支2万人左右的重骑兵队伍，向魏军发动猛攻。2万重骑兵，那还得再增兵啊！傅寒，儿臣布下重兵，为的就是一击得手，迫使魏军后撤。待魏军撤至西拉木伦河边之时，我们再发动一次猛攻，将魏军消灭在柔然境内。然后我们的柔然铁骑再行过河，那踏平魏国就一马平川了。丞相，你觉得吴提的提议如何？臣觉得吴提殿下的想法实在是可圈可点。2万重骑兵，这几乎是柔然的全部重骑兵储备。一旦失利，后果将更加不堪设想。可以现在的形势，除了猛攻猛打，好像也没有其他的办法。多伦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傅寒，儿臣是败军之将，无言以对，也无话可说。不过，起来吧。谢傅寒。傅寒，如果换作是儿臣，儿臣不会与谢启臣在大峨山一带纠缠。多伦，你怕谢启臣，我可不怕。我不是怕，而是觉得不值。那你败给谢启臣就很值。傅寒，一旦谢启臣以车阵对峙，我们重骑兵将占不到任何便宜。武提，如果像多伦所说，重骑兵受挫，你将如何应对啊？这个，傅寒，我倒觉得这个车阵没有多伦说的那么厉害。多伦，你把谢启臣说的神乎其神，是不是想为你的失败开脱呀？武提，我也希望这仗你能够打赢，可就算赢了又如何？拓展了我们柔然的疆域，这还不够吗？傅寒，西拉木伦河北岸的地形以山地密林为主，这是我们最不擅长的地形。就算占领了，我们还得派重兵去守卫，吃力不讨好。再说了，傅寒，我们打仗的目的是为了什么？我们的目的就是要灭了魏国，要将柔然的势力推到黄河的南岸。是的，傅寒。就算我们占领了西拉木伦河南岸，但距离黄河还有魏国的中心都非常的遥远。即便我们拿下了大峨山，我们还得打安州、打怀远、打柔夷，才能到达黄河。而这些全部都是魏国重兵驻扎之地，又全是山林地形，对我们非常不利。这一路可以想象是艰难至极。多伦，那以你之见，应该怎么办？傅寒，如果换作是我，我会放弃大峨山，而改打平城附近的圣乐。哦，圣乐，连丞相都如此惊讶，那魏国更想不到我们会突袭此地。可以想象，此地防守必然空虚。空虚，并不等于无人防守。据我所知，驻防此城的魏将名叫邱堆，此人耽于享乐，不足为惧。那圣乐距离大峨山有几百里，千里奔袭，对我柔然的轻骑兵来说，本来就是家常便饭。而且从大峨山到圣乐，大多都是平原，只需要3天，便可完成转移。而且平原作战与草原类似，这非常有利于我们柔然。我虽然败了一仗，不过精锐仍在。傅寒，只需要给我1万骑兵，取圣乐
必如囊中取物。但我看不出来你取圣乐有何意义。圣乐是平城的门户，如果能够拿下圣乐，平城也就不远了。只要拿下平城，那魏国还剩下什么呢？好，多伦，我再给你1万骑兵。傅寒，你不是说交给我吗？我决定再给多伦一次机会。谢傅寒。臣告退。无题殿下，无题殿下，你给我站住！你太令我失望了。我对我自己也很失望。你这么沉不住气，以后怎么担当大任？我能不能沉住气都没关系了。你为什么这么说？多伦始终都是傅寒心中最喜爱的儿子，所以无论他犯了什么错，傅寒都会原谅他，而且还会继续信任他。这一点是我永远也比不上他的地方。你以为会打仗的人就是最后能赢的人吗？那你说什么人才能赢呢？善于把握机会的人。我还有机会吗，丞相？我始终都没有机会。当多伦拒绝领兵的时候，我以为我的机会来了，可那不是我的机会。多伦失踪了，我以为我的机会来了，可是已经到手的机会又被他夺去了。多伦在前线荒唐的时候，我以为那是我的机会，但那还不是我的机会。这一次，多伦大败，这机会无论如何也跑不掉了吧？可是多伦还是把机会牢牢地抓在了他自己的手里。关于丞相，我从来就没有机会，以后也不会有。无题殿下，上天是公平的，他给每个人都提供了相同的机会。有些人的来得早，有一些人的来得晚。如果你现在放弃，你会失去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机会。我看不到我的机会。虽然你看不到它，可是它离你不远，伸手可及。你现在必须做好一切准备。我还能准备什么？仇恨。仇恨。因为仇恨能让你充满力量，当机会来的时候，你才能牢牢抓住，谁都再不能从你手中夺走。我的确恨他，这还不够。那怎样才够？你会知道的。大汗怎么处罚你？他又给了我一次机会，所以这一次，我再也不能辜负他了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全力以赴。我必须为傅寒打一场胜仗。可你不是说过，你上战场是为了控制局面，把柔然和魏国的伤亡减少到最低吗？哼，以前我太天真了。我一直以为，一个将军可以控制一切，但其实，战争一旦开始，谁也改变不了。现在。如果想要停止战争，就只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消灭魏国。什么？这个道理是木兰告诉我的。你见到木兰了？她怎么样？她说，只有打败柔然，才可以停止战争。看来。他会为了魏国的和平不顾一切了，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。我在心里也曾经埋怨过木兰，埋怨她
为什么要把天下第一秀女的头衔让给我，让我来到柔然，每天面对着自己的敌人，而她却在家里享受天伦之乐？可是我现在才知道，我有多么的幸运。虽然魏国是柔然的敌人，可是老可汗却对我优宠有加。每当我天天在这里织布的时候，却想到木兰在战场上面对生死，我现在对她是打心眼里的尊敬。放箭！放箭！放箭！来啊，让我们为圣乐的胜利干一杯！干！丞相，今天唯一的遗憾就是多伦这个功臣不在，不然的话，今天的美酒会更加醇香，歌舞会更加奔放。大汗，今日只是一个序幕，等多伦回来的时候，我们整个柔然都马上会沸腾起来。来啊，让我们为最后的胜利再干一杯！好，干！娘娘，你怎么出来了呢？快进去吧，好多人都在盯着你呢。暮云，我是魏国人，可是里面坐的全都是魏国的敌人，你怎么能让我与敌人在一起饮酒快活呢？大汗是你的夫君，又怎么会是敌人呢？是啊，一边是我的夫君，另一边却是我的故国。可他们现在已经是生死敌人。暮云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也许当初魏国和柔然开战的时候，我就应该一死了之。娘娘，你快别这么说了。如果你要是死了的话，就什么都改变不了了。如果你想为魏国好，你就得好好的活下去。活下去？等
不了多久，我们柔然就能征。回皇上，圣乐城及其外围已经全部落入多伦之手。皇上，如果仅仅是一城一池的失守，那局势还不算太紧急。关键是圣乐距离平城仅仅是1天1夜的路程，中间没有任何屏障，那对于柔然骑兵来说，那就是一马平川呐。平城还有多少人马？回皇上，把太尉长孙松和卫尉娄福连的兵马加在一起，不足8000，以此8000兵马抵挡多伦的1万精锐，胜算只有3成。谢继臣呢？圣乐失守以后，臣就通知他迅速回防，估计还有2天的时间才能赶到平城。2天那就晚了。丞相，你有何良策？回皇上，此时平城已经是危急万分，为确保万一，请皇上移驾定州。你的意思是让朕逃跑？不是暂避风头啊，皇上。不，朕要亲自领兵，只要多伦赶来，我就与他在平城外决一死战。皇上乃万金之躯，还请皇上三思啊！请皇上三思啊！哼，丞相，你说胜算只有3成，但朕觉得有6成。望皇上指点。都起来吧。谢皇上。多伦虽然有1万兵马，但总得留2000镇守圣乐，实则来兵只有8000，这是1成。其二，他才打了圣乐，喘息未定，又长途奔袭，朕是以逸待劳，此又多1成。第三，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。多伦虽然拿下了圣乐，但是没有粮草的补给，恐怕他也只能撑3天。如果他还想攻打平城，朕看他最多也只能撑1天，此又多了1成。如果平城能坚守2天，等谢将军赶到，我们前后夹击，到那个时候，就不是6成，而是9成。皇上英明啊！丞相，皇上，你还有什么顾虑？听皇上这么一说，我却在担心另外一事。什么事？那多伦会不会不打平城？他不打平城，那取圣乐干什么？我们的粮道。皇上，800里加急军情到。下去吧。皇上，多伦是要打平城，还是要？昨天黄昏，多伦将圣乐附近储运的粮草洗劫一空，运回圣乐城中，然后以圣乐作为据点，切断了我们的粮道。皇上，既然多伦没有攻打平城的打算，那我们就打过去，夺回圣乐城。不可，那样平城岂不成了一座空城？万万不可！10日之后，西路的长孙翰，东路的谢其臣就将断粮。到那个时候，只有一个结果：不战而败。谢其臣与长孙翰战败之后，等待朕的只有2个选择：降或是亡。这就是多伦的打算。球队，你身为镇守圣乐的将军，却玩忽职守，拱手把圣乐让于他人，如今铸成大错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皇上，请给罪臣一次机会，让罪臣戴罪立功吧。魏国江山就断送在你的手上，你还想戴罪立功？来人！皇上，我有罪！皇上，开恩呐！皇上，退下去！
斩！是皇上饶了罪臣吧！皇上！魏国自立国以来，从来就没有面对过如此危机。当着生死存亡之际，我们君臣除了上下一心，背水一战，没有其他路可以走。楼福连在，你还有多少兵马？2000。好，带上你的人马，在西北方向设伏，哪怕是以卵击石，也全力阻截柔然援军向盛乐进军。是。丞相，臣在。传我诏书，命西路的长孙翰全力抵挡，哪怕是兵尽粮绝，也不能让柔然人推进1尺。还有，命谢启臣改道，转攻盛乐，哪怕是血流成河，也要把盛乐给我夺回来。是。皇上，既然不要谢启臣回来护驾，为了保险起见，微臣建议皇上还是带领后宫百官前往洛阳。魏国上下，不论男女老幼，不论兵丁布衣，不论皇族百姓，做好一切准备。只要多伦敢兵临城下，朕绝不弃城。是死，与魏国百姓一起，战死到最后一人。是。将军有急令。传令，改道盛乐。是。将军有令，改道盛乐。将军有令，改道盛乐。以前打仗，我们是打了就跑，所以我允许你们自由劫掠，而这一次，我们绝不跑。你们要记住，从现在起，盛乐就是柔然的城邦，盛乐的子民就是柔然的子民。我要求你们约束自己的手下，严守军纪，严禁扰民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如有违纪，军法严处。是。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探马来报，有一支魏国队伍向盛乐方向开来。哪一支队伍？谢启臣。还有多远？估摸着明天一早便可到达。我原本料想拓跋焘会召谢启臣回平城护驾，但没想到他竟然派谢启臣来对付我们。想那平城也不过几千兵马。殿下，我们干脆一鼓作气拿下平城吧。平城并不好对付，你可别忘了，拓跋焘在当皇帝之前也是个打仗的好手。可咱们兵马占优啊！我们这边取平城，谢启臣就在这里取盛乐，我们将陷入腹背受敌的窘境。殿下，平城乃是魏国的国都，拿下了平城，就等于拿下了魏国呀。平城虽然是魏国的国都，但就整个战局而言，盛乐比平城更重要。拓跋焘一定很清楚这一点，才会派谢启臣过来对付我们。好吧，不过这一回，我一定让谢启臣有来无回。没错，我们千万不能轻敌。野叔，殿下，你立刻派人回可汗王庭，请求复汗增兵盛乐。是。木谷，殿下，你带人去城墙上再次检查防御工事，不能有任何漏洞。是。郑兴，在。传我将令，从现在开始，所有城门全部关闭，只留西门，每天早晚各开半个时辰，供粪车出入。是。罗素峰，你带本部人马立刻出城，依托护城河，在城外构筑工事。记住，你是我的第一道防线，
我必须要将谢启辰尽量隔阻在1000步之远。得令。将军有令，停止前进！将军有令，停止前进！传令，在此扎营。将军有令，在此扎营。谢启辰一来，那尉迟床也一定会过来。尉迟恭已经死了，天下再也没有尉迟床了。不。尉迟床还在。那就是盛乐。是啊。听说我们的对手还是多伦。是。上次送他走的时候，他就说过，再见面的时候绝不会留情。没想到，在盛乐又见面了。我也没想到。我真不知道，如果在战场上遇到他，我这剑能不能刺下去？你呢？尉迟床主临死的时候告诉我，要做一个合格的士兵。要有一颗坚强的心。说是容易，做是难啊。难也要做到。丞相，多伦传来消息，谢启辰的2万兵马正在围攻盛乐，请求增援。你看，派谁合适啊？大汗，吾提殿下勇中有谋，让他带2万兵马去支援多伦，再合适不过。好，就让他们兄弟俩前后夹击谢启辰，然后会师盛乐。对，俗话说，兄弟同心，其利断金。2人会师之后，正好挥兵平城，那平城只有几千兵马，对他们2人来说，简直是探囊取物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等拿下平城之后，那南边的刘宋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。到那个时候，只怕不只是黄河两岸，连长江两岸，全都是大汗的属地呀！好，到那时候，我大唐可汗的版图不仅囊括大漠南北，更是东到大兴安岭，西到天山，南到江南。丞相，你立刻着手，马上去办。是，大汗。对，就是这样。要是早学会这个就好了，我就可以在家里织布绣花，还能养家糊口。那样暮云就不用到王庭来，还能在家陪着娘呢。其实啊，这也很简单啊。可是我们柔然人从来没有这个。我们想要好的衣服，都是商人们从魏国运来的，小小的一块布都得要好几头羊来换呢。这么贵啊？这个地方要用这个颜色来绣啊！谢谢娘娘。在我们草原上，所有的生活来源就只能靠放牧。如果遭了天灾，那就什么吃的都没有了。如果家家户户都学会了织布绣花就好了，那样我们就不会挨饿，也不会打仗了。暮云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教你的。谢谢娘娘。什么时候走？我已经领取了兵符，明日一早，我便带兵出征。恭喜殿下！谢谢丞相提醒。你现在总该相信我说的了。虽然你看不见，但是属于你的机会已经触手可及了。
谢谢丞相提醒。这一战，我一定会好好表现。傅寒也说了，这仗其实并不难打。第一步，我和多伦前后夹击谢启辰；第二步，攻下平城；第三步，平定天下。到那时，我柔然将会独霸天下。老可汗的雄心抱负真是令人佩服。但是，无题殿下，我想问，丞相，那你干嘛还让我去增援他呀？我推荐你，不是让你增援他，不是，那是让我干什么？你自己想吧。不是让我去增援。丞相，你是让我在多伦背后捅一刀？不是我要你，是你自己非这么做不可。这事我做不了。那你说，我们为什么要与魏国开战？那是因为魏国他们欺人太甚。你设想一下，如果没有这一战，韩魏传给谁？如果没有这一战，兵权在谁手上？傅寒，与魏国开战，机会随时都有，但是削弱多伦的势力，却是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。我说的触手可及的机会，就是这个。我希望贺红能够嫁给未来的可汗。可是，丞相，你不知道，贺红的心里面只有多伦。父母之命，这事由不得他。但贺红肯定不会心甘情愿的。等你们成了亲以后，他看到你诚心诚意的对他，自然就回心转意了。贺红，马上我就要上战场了，战场上的刀剑是不长眼睛的，也许我就回不来了。临走之前，我只想问你，你为什么不喜欢我？其实，我对你这个人也没有什么恶感，只是如果没有你的存在，我爹会全心全意地辅佐多伦，他俩的关系还是会像从前一样融洽，而多伦也会顺顺当当地成为未来的大汗，我爹也不会反对我跟他在一起了。你还是为了多伦？是。可是他多伦领你的情吗？他喜欢的是一个魏国的女子。他喜欢谁跟你没关系，我就是要对他好，气死你！贺红，我没有取笑你的意思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对你这么好，你对我到底有没有一点点的心动？我告诉你，我心里装的全是多伦。你问我对你有没有心动，别说一点点，就是一丝都没有。我明白了。都是因为多伦，都是因为多伦，都是因为多伦，因为多伦。谢将军，你找我？花狐，陪我跑一圈。好。咱们围着圣乐已经跑了一圈，你有什么想法？谢将军，你是问我怎么打圣乐？是。
我们从大峨山赶过来就是为了他，但是直到现在，我也没有想到好的对策。谢将军，你还没想好怎么打吗？盛乐是魏国旧都，当初修建城墙就是为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突袭，所以十分牢固。想要攻城，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而夺苏峰背倚盛乐城，布下重重防线，我们连城墙都无法靠近，何谈攻城？看来，想要攻下盛乐，就先要打败夺苏峰。夺苏峰骁勇异常，再加上多伦的智谋，如果不出奇招，要想打败他们，很难很难。而最困难的是，盛乐城外三面是平原，而盛乐地势最高，城下的风吹草动，城头看得很清楚。谢将军，那你的意思是，我们无论从哪个方向进攻，城头上的柔然人都能将我们看得一清二楚？他们城上城下连成一气，多伦在城头观察指挥，夺苏峰在城下针锋相对，我们完全不占上风。我们人数比他们多，强攻呢？实在没有办法，也只好强攻了。只是伤亡一定惨重，但不管多大代价，我必须拿下盛乐。谢将军，把夺苏峰交给尉迟床吧。夺苏峰是尉迟床的老对手，老账新账一起算。我们今天已经走得差不多了，传我的将令，原地休息。殿下，就在这里，就是现在。对，是。他们就是吗？这些我都知道。那我们现在还扎营吗？你去告诉他们，行军一事我自有分寸。谁要是再敢怀疑或者议论，格杀勿论。是，我马上就去传令。我已在谢将军那儿领了军命，3日之内攻破夺苏峰的防线，但具体怎么攻我还没想好，所以把大家一起叫过来，咱们一起想个办法出来。打他！你是说强攻？夺苏峰背靠盛乐城，如果我们强攻，城墙上的弓箭手就先将我们击溃了。用咱们渡河时的方法，假装攻他右边，然后打他左边。城墙上的弓箭手是干什么的呀？站得高看得远，咱们刚出军营，人家就知道咱们要干什么了。要不想个办法将夺苏峰引出来，咱们打进去，然后诈败，夺苏峰肯定会出来追，只要让他远离盛乐城头，我们就有胜算了。以夺苏峰的经验，他绝不会上当。花虎，咱们将盛乐城给他围住，1个月以后粮食吃完了，看他投不投降。可盛乐城的粮食可以支撑1年多，那咱们就围他1年，他的粮食总有吃完的时候吧。多伦，他占据的是盛乐城，也就切断了中原与黑山一带的粮草线。西县长孙汉将军队伍的粮草只够支撑几天了，粮草一断，柔然人从那边打过来，那整个魏国也就危险了。那我也没办法了。书生，你读了那么多兵书，有没有什么办法？我这不一直在想办法吗？可是这种仗，兵书上没有记载。三国时，马谡倒是给诸葛亮说过这么几句话：用兵，攻心为上，攻城为下，心战为上，兵战为下。但是好像跟盛乐现在的形势不沾边啊。哎呦，我说你就别啰嗦了，让你翻翻你就赶紧翻翻。我翻过了，万一你翻漏了哪一页，说不定那页上它就写着办法呢。不可能，我从5岁就开始读兵法，每一本都精读10遍以上。我还不信了，这么多书你都翻过啊？你别乱翻啊！你我考考你啊。上略，设礼赏，别奸雄，助成败。中略，差德行，审权变。
治人之术。避人之长，攻人之短，见己之所长，避己之所短。哼，行啊，书生，全都能背下来啊。书生，你能不能把最后几句话再背一遍？治人之术，避人之长，攻人之短，见己之所长，避己之所短。咱们几个人的长处是什么？大力王自然是力气大，铁匠嘛是手巧，柱子的近身格斗很少有人能比得上，而花狐你的夜视和弓弩无人能比。至于我嘛，是一个非常善于谋略的人。行，其他人都没问题，至于你的谋略，没看出来。你，铁匠，书生的确很聪明，很多次都是他提醒了我。听见没有啊？花狐床主都这么说了，你还有什么意见啊？去。铁匠啊，我需要你帮我做几样东西。做什么？你说吧。将军，花狐求见。快请。谢将军。找到办法了？是。快说说什么法子？谢将军，我们最大的劣势就在于夺苏峰占据了圣乐城的高点，我们一举一动都在他的视线当中。但如果我们选在黎明前最黑暗的那一刻发起进攻，他们什么都看不见，优势自然也就没有了。我竟然差点忘了你能夜视，这更有把握。花狐，立刻去准备。是。殿下，事后来报。什么事儿？慌慌张张的。我们前方有魏国军队。魏军在哪儿？距离这里有20里。有多少人？不多，大约有2000人。知道是谁的队伍吗？楼福连。殿下，楼福连的兵马常年驻守平常，手下的兵力并不擅长野战，而且人数也才2000。我建议速速发兵，派2队人马杀他们个片甲不留。这个楼福连虽然不经打，但是我们杀敌3000也得自伤800。现在我们还没到圣乐就自损人手，这不划算。殿下，那我们可以绕过魏军，也就是多走1天的行程。楼福连在那里驻扎，很明显，他就是要阻截我们到圣乐增援。不过这正合我意。传我的将令，停止前进，原地构筑工事，与魏军对峙。殿下，就算是打，也要发骑兵啊，何必原地构筑工事？我不跟他们打，我只跟他们耗。殿下，要是耗，那就正中敌人的下怀呀。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，我一定会打掉他们的，但是现在不是时候。那什么时候才是时候？花狐，这油包我做好了，里面都灌好了油，你看看怎么样？大力王，来试试。大力王，还能扔得再远点吗？太轻了。铁匠，油包再做大一点，再多灌点油。大力王还能扔得更远。行，没问题。花狐，你再看看这箭，我在箭头上加了一种磷粉，不用事先点燃，只要你将它射出去，在空气中它会自己燃烧。你来试试。这个不错。铁匠，我还要你帮我再做几样东西。做什么？你尽管吩咐。
这些都放里，浸泡时间长一点，动作快点。殿下，按照你的吩咐，已将这些箭头浸上毒药。好。你们用的什么毒药？啊，我们这些毒药都是从咱们柔然带回来的。